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是有符合国际上自由车示宽赛标准的场地。为2019年成立到今，也已经办过一寡国内的比赛。不过，伫场边无车架通放车，民众常常拢甲车平伫咧涂骹，较无安全。现早时，就有民间团体捐赠车架予台北市政府，不少民众拢感觉真利便。把脚踏车挂起伫车架顶悬，看起来好势好势。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原底无车架通放车，即阵有民间团体捐赠车架予台北市政府，不少民众拢感觉真利便。因为阮的车拢无迄个骹，袂当徛，所以一定要放到涂骹。大家一只练习啦，吼，也是讲一只运动。啊，中间要下困的时阵，有这车架车在当正安尼放好势。很多的学校他们都在使用，还有国家的选手，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选手们把车站立好、排好。那也因为它可以站立好、排好，所以不会有意外。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是台北市头一个自由车练习场。这个所在有符合国际自由车示宽赛规范，为2019年完成到今，也办过一寡国内比赛。不过台北市自由车协会也希望会当继续提升车道的安全性。这1公里的外围这吼，希望吼以后会当用迄网啊吼。差不多50公分悬的都会使啊啦，这1公里拢甲围起来，预防万一讲有球啦，还是有狗啊、猫啊撞入来啦，吼，较袂危险啦，较安全。裴建勇表示，这个场地会有选手做高速度的训练，若有物件伫车道内底是介危险，但是会当增加网仔隔离，对使用场地的民众来讲是更加安全。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